澳門倫敦人民會貴賓專屬會所漢普格餐廳自助早餐到底吃什麼？依家睇下11點半嘅倫敦人民會排晒長龍，由外到內都好似置身喺英倫宮殿咁。用餐時間咧係7點至到中午1點。餐廳咧係分咗2層嘅，如果想食刺身咧就可以嚟2樓。佢啲甜蝦咧好新鮮，好甜。呢度除咗自助晚餐咧，其他時間係唔對外開放。單點的龍蝦蟹肉魚子醬華夫餅也太給力了。這裡用餐環境很好，非常出片。這邊是水果區，放得很滿。今天的例湯是花椒湯，真的是真材實料，好喝。三文魚很受歡迎，現在又拿1份了。這裡還可以實現魚子醬自由。嚟睇睇自取區，基本上粥粉麵飯都會有。西式早餐有煙燻三文魚、火腿、芝士等等。早餐必不可少嘅蒸籠點心。黑松露蒸排骨、迷你鮑魚燒賣，唔同口味嘅果汁飲到你飽。眼前呢啲熟食基本上我唔會夾太多。甜品區都整到好貴氣啊！唔同款式嘅麵包、蛋糕應有盡有。咁靚嘅咖啡，慢慢浸佢，慢慢嘆佢，精神。2樓主打刺身，3樓食材更加豐富。有食過嘅評論區點評一下。翻到芝麻店帶你輕鬆玩轉澳門。